关心天气变化，今年是相当，有气象专家分析讲，新正年底要到啊，温度可能比普通时的数字搁较悬，新正年同款就会真烧热。不哩个爱特别注意，车北起先有一波东北季风的路南，台湾北部会反天气，高温落到差不多剩18度。另外低温的部分有机会落到剩14、15度，一直到初10，也就是拜五，东北季风才会减弱。11投票日，敢若正方面，东半部小可落雨，其他的所在拢是好天。有时阵侪云。休假天气真好，民众去码头边散步、骑脚踏车。不过，这款的好天气，干那到8号，受到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，北部会开始变天，高温为25度落到18度，低温有机会到14、15度。预计这波东北季风的强度会接近大陆冷气团，一直到10号拜五才会变细。拜6投票迄天，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气。投票日的话，它的温度上来说，北台湾的温度大概回升个1、2度左右，大概高温来到20至22度。那中南部地区的温度大约24到26度，只有在东半部可能云量偏多，有限定性的降雨，其他地方还是多云到晴的形态。春节要到啊，天气是好也是歹。有气象专家分析讲，过年时啊到2月初，全台湾的气温恐惊拢会比平均较悬，要打破台北寒天到达上低温11.6度的纪录，机会可能无悬。也就是讲，今年过年会较烧热。东亚的这个冬季风相对是偏弱，冷高压的位置啊是比较偏北。农历年这段期间，目前看起来要有比较强冷的冷空气的机会是不高。不过，离春节过一段时间，天气变数也阁真大，所以也是要阁进一步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